我冇得救啦，救唔到啦，你唔好救我啦，點救你都救唔到我啦。这个批发的整个里面就。推土機啊！哇，勁喎！哎呦，危險啊！啊！哎呦，要慢一點。你要穩住啊！要穩住，要穩住！我看好你了啊！你是有前途的。哎呦，我操！我裤子都湿了。他还往里边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。不要慌，拿这个手机拍个朋友圈，到大腿，全部都是。